台湾咧要变做超高龄的社会，毋来咱人有咧住安养院，即马嘛有咧互新民咧住的。伫咧嘉义伫家有一间新民的养老院，因专门是咧收留因为咱人食老，有的是脚头虎不方便，有的是去住养老院无法度搁伫厝里拜才会新民。对于10年前开始咧收留，甲算算的嘛已经收买千外尊啊。 替庙内神明点香，边仔看过去全部拢是神像，不管是茶刻的、灰啊烧的，也是石头刻的，一楼二楼加起来，才有千外尊的神像。负责管理的人讲，这神像拢是别人无法度过奉祀才送来遮的。这拢是人本身要做咧拜的，要做有灵的，人会老啦，拜2代3代啊嘛。啊，少年的拢爱做我爸拼食走路，我做转来风景啊。若煮价较济，我就煮价较少。 最近伫嘉义县伫家新民养老院，为10当前就开始替民众照顾遮无法度过拜的新民。负责人讲，这间养老院内底除了有台湾传统信仰的新民，阁有别个国家的神像。大部分的原因拢是因为拜的人年岁大，或者是无所在通拜。这换社会问题啊啦！啊，有诶较早真明讲3老尾，老的家查某啦，无叫你拜啊！啊，做毋敢有诶做计划做来。 啊！拄仔一直教我讲莫哭啦，总做嫁3囝啦。哦，咱像这个较少看啊，即种新闻嘛较少看啊。哦，啊，灵元母娘，这嘛捌看过啊。所以讲有真济毋捌看，而且这新闻吼，有诶拢百几档啊，真正有历史啊。小小的一个所在，内底有台湾各县市请倒来的新民。这间新民养老院是地方一个真特殊的所在。 毋但会当看到世界无共的信仰文化，嘛透过遮尔侪送来遮的新民，反映台湾伫高龄化人口的状况之下所带来的影响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